因为不最后一个嘛，有咱来去看伊，迄骹偌长吼，伊一步敢若人的两步安尼对无？看过啊，对啊。伊骹长可能就赢一步啊。哇！互伊毛足劲的，迄种做成火力全开那硬照。长时间的很快。我超过一个，超过两个，超过三个。这个头前在前乌的第二名，就足轻松就甲超过啊。伊怎么到最后得到第一名，大家一起甲欢呼。真正是黑马。为最后一棒变成第一名。好吧。咱看伊嘛无迄种外窜安尼哦。我看的。安尼有厉害无？厉害。所以呢，叶汉以前嘛有走过接力赛哦。咱有走过拿最后一棒。以前叶汉就是大概拢最后一棒。所以叶汉完全咱了解伊的心情。想讲你头前还甲我走较紧，我是最后一个，我是最后一个我是上足重要。你若头前甲我走了摆，我后边的我就可能最后一名。所以咧等台的时阵呢，非常的紧张，就亲像这个共款。所以呢，伊的头前的这个，人讲神队友跟猪队友，有当时咱若拄着这个猪队友就真正都食力的。所以伊头前来走到最后一名，伊要怎？伊敢有放弃？伊无啊！伊想讲，就是最后一名，我更加不应该走较紧的。所以呢，伊接着棒子的时阵，我再个跨出去，这个骹跨得多大？一步会当比人的这个两步。他不畏惧伊头前已经输啊。伊袂去想安尼，伊就想讲，我就是爱安尼一直冲一直走。我只要有努力，我打拼，我就有机会。原本的最后一名，冲刺到第一名。所以呢，这嘛是亲像咱的人生共款，我著摕着足摆的这个牌，我的家庭就是这尔歹，我的先生就是这尔歹，我的顶事就是对我这尔歹，的时阵要安怎呢？咱是要自我放弃？自甘堕落，还是拢伊若咧怨天尤人？还是家己当作讲，搁愈艰苦，我搁愈拍拼。忍不能忍别人不能忍的，做别人不能做的，然后把家己推了一把，推自己一把。咱身躯边拢无贵人的时候，家己该当做家己的贵人。会啦，就是咱家己做咱家己的这个贵人。帮咱家己帮助咱家己提升啊！迄个脚要踏出去，要踏遮尔大步的时阵，是不是爱靠咱家己去踏出去？靠咱家己去跨越那个难题。所以呢，咱会当做是一个助力。等等呢，是互咱一个这个动力啦。所以咱若都讲的迄拢是奇景呢。即摆呢，若讲咱大人拢希望非常的好命嘛，非常的顺嘛，顺利利嘛，一帆风顺嘛。毋过呢，顺伊嘛是有伊的课啊。就是亲像这个福报存折，就是咱拢爱去欠钱。讲我逐个月我上班，我拢有欠钱入去，我要开就有。毋过呢，咱若拢伊若开无咧欠的话呢，这个福气伊总有消失的这个一天啊。所以呢，老师伊嘛拢甲咱讲，咱一定爱去安思维。咱规个平时，咱即马拢会当活动自如，会当来修班，会当来行身，会当来行功了完的时阵，咱一定爱好好来去积极，来去把握。无呢，有当时呢，这个代志一来的时阵呢，像刘海先生，伊即马讲要来听道理，要来行功了完到底。无机会啊！
边种是会风平浪静，咱莫甲伊浪费，咱莫甲伊当作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，原本就应该，那应该甲伊当作这是一种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。哦，咱会当好好来去运用咱身躯的时候，甲伊当作是一个较好这个工夫来借假修真的时候，咱一定要好好来去把握。啊，无然咱就容易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太安逸了，太放纵了，太顺利了，咱无去迄种有一个危机感。咱毋知影讲这个非常的恐怖，哦，咱毋知影这个业力的这个可怕，哦，咱就想放松啊。所以，这个老祖伊甲咱讲，咱先看，他这个气功补佛慈悲术，伊甲咱讲历境呢，才是修道的好境地。伊甲讲逆境呢，较是修的这个好这个时阵啊。顺境呢，爱足小心来去提防。顺境内底，伊捞走了偌济有元气的人，哦，带走了偌济这个大佛祖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咱会当好好做人，只非常的顺利。哦，这个因会当来去成功了完，其实呢，咱拢是非常有福报的人，咱嘛是有根气的人。啊，无咱就袂选择讲星期日、礼拜时啊来食。哦，咱嘛会当伫厝困，去旅游去看电视，啊，毋过呢，咱选择来遮上班啊，所以咱拢是有根气的人啊。毋过有当在生活当中上顺的话呢，无啥物物件来甲咱激励，还是来甲咱刺激的时阵呢，咱有当下会流于放纵，流于安逸，所以顺境里流走了多少有根气的人，带走了多少大佛祖。所以古早人讲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哦，这讲老师甲咱讲，修道成于忧患，败于安逸。所以忧患呢，逆境阻碍是好还是歹？好嘛。哦，在迄个时阵，咱会当了转换，咱会当甲智慧这个目睭刻出来的话呢，伊会当互咱成就，伊会当互咱愈仔坚强，伊会当一人练咱的这个心。啊，所以呢，伫个安逸的当中，看起来做成足好，看起来做成足轻松、足幸福、足好命。啊，毋过其实呢，他就是容易在那个地方来去失败，走向堕落。啊，所以呢，老师伊甲咱提醒，顺境交逆境，咱爱用一个无共款的这个眼光来去看。哦，修道是在忧患当中是可以成就的，安逸当中才会失败。哦，所以老祖伊嘛甲咱讲，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嘛是甲咱讲，这个福交灾祸交这个幸福呢，其实伊是互相转换的。哦，伊是在这个幸福的前面呢，哦，它是有这个灾祸的。哦，伊当讲祸是造成福的前提，因为互你好。要互你顺，伊头前会用一个物件甲咱考验，会用一个条件来去互咱考试，考验，啊，互你看咱这个心的这个坚定，伊会对咱的地位高对，用爱来甲咱练试炼嘛。就首先咱来考试，要考一个呆呆的，爱为足侪人来去筛选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要得到一个好的代志，祸兮福之所依啊，伊就是讲。灾祸它是依存在，幸福它是依存在这个灾祸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灾祸，咱咧承受，咱咧面对，咱咧艰苦的时阵，有可以幸福随之而来。那么祸兮福之所伏，咱一件看起来做成做好的这个代志的时候，有可能呢，这个灾祸，这个无好的代志，这个无安呢，它伺机待发。它潜伏在里面，所以幸福呢，伊内底呢嘛是有灾祸这个因子。所以呢，老祖伊就是咧讲幸跟福，它是互相转换的，它是没有一个定数，好袂永远好，歹嘛袂永远的这个歹哦，它是互相转换、互相延伸的。它没
没有一定的这个准则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居安思危。哦，啊，叶发其实足简单的例，哦，叶发有生两个后生，然后呢，一个8岁，一个4岁，两个人逐工呢就是吵闹，就是叶发敢若逐工拢造成脑神经衰弱，因为长期就是咧做调解委员。哦，即摆在咧讲伊抢我物件，还咧讲伊甲我拍，拢是迄种做无聊这个代志啊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叶发呢是做袂甲伊受气的人，因为骂人叶发感觉脑子痛啊，心脏会跳足紧啊。所以呢，每当好好讲叶发，就拢尽量我爱用的。我讲了的时阵呢，伊若讲相安无事，代志就有啊。有当时呢，佮安尼继续吵的时阵，叶发呢怎啊一股这个气，会怎啊欠完，就是感觉非常的人讲抓狂，就是规个情绪就来啊。叶发就开始家己骂，甚至有当时会家己拍了的时阵呢，了迄几工拢有够乖的啦，拢家己食身躯，家己洗，家己穿衫，家己吹头。了呢，拢袂了我受气。毋过呢，当然因为伊惊佫叫叶发骂嘛，所以就是生于忧患啊，因为伊惊佫叫妈妈念啊，佫因的福利我拢会甲收去啊，袂当佚佗，袂当看手机啊，我嘛袂带你出去佚佗，你要爱食啥，我嘛无爱买互你。因为非常乖。佫一阵仔了呢，佫流于形式啊，一阵仔无收你，佫开始这个捣蛋的对啊。所以咱人嘛是安尼，伫这个无好的环境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呢，真的砥砺我们的这个心智啊。所以顺，咱嘛莫敢讲，就是一定是好的。有当时啊呢，得意，他就会忘记，咱会袂记我们的人生重心，我们的目的，咱要成婚的这条路，总叫袂记一啦。咱来提醒这件代志，哎呀，迄伤艰苦啦！我无爱，我即摆生活过了遮尔好，我干嘛要遮尔艰苦？用这个时间去准备资料，去读经典，迄遮尔枯燥乏味。人生佫做侪好耍的物件，我干嘛无爱去先去做？我有钱我佫顺，佫顺伊内底，我就是福兮祸之所伏。咱毋知影咱这个无常条理定是会来所以有当时得意会忘形，乐极它也会生悲。所以呢，叶发记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的九牛一毛，因为叶发摕着这个考试单啊，真无好写叶发呢嘛是爱继续来写落去。两个囡仔呢，叶发嘛是好好来爱来甲因陪伴，甲因饲好大。这真正是迄个无咧轻松的，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。毋过呢，除了面对嘛是面对。我摕着这种考试单，就做成头前条所讲，这就是家己的这个因缘。敢有人会当来替叶发来写？无啊，家己拄着这个因缘是家己爱去完成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大细的考试卷，我有我的问题，大家一定嘛拢有大家这个问题，看人命人去甲写，这拢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关卡。可能有的人关卡较少，有的人关卡较济。毋过呢，若无智慧的话呢，每一关都是卡住，都是卡死的。所以呢，卡死的时阵呢，是安怎烦恼就来。所以就做大经嘛是甲咱讲，邪见相当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云，不改已经，不得风吹，而讲不恨。因为嘛是甲咱讲，咱若烦恼来的时阵，亲像这个邪见相来，声思妄想，执着欲望，安尼一来的时阵，咱的烦恼根深。定亲，定了迄个根，定了就是这个亲，定了母亲的话，是毋是要拔除？要甲断除的话，愈困难。伊迄个亲像这个大树共款，伊迄个根定了，是毋是非常的深？犹如大云，乌云密布，这个云非常的这个多，覆盖已经，甲这个太
就是咱的自性当中迄个光亮，永远袂变做。啊，毋过咱的自性迄个光亮到伫遐，挑性命身份的这个自性到伫遐，伊永远拢是伫遐，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自性份，拢伫每一个人的这个心中。哦，啊，咱拢甲藏掉的，甲这个污分藏掉的，啊，甲出世物件甲障碍掉的，互伊袂当现前，袂当现出这个光亮的话呢，安尼咱面对咱人世间所有的这个因缘，修烦恼的这个因缘的时阵呢，摕袂出智慧，摕袂出正念、正思想，烦恼就来啊！哦，咱的人生就充满了很多的这个障碍啊，所以呢，人生真正大大小小都是一场修行啊。咱无好来去面对，无好来去写这个考试单啊，逐关拢会扣科的，逐关拢会扣障碍。哦，咱即摆来过来看一个这个影片吼。哦，这是幼地园的这个障碍赛。嘿嘿嘿。看清楚，这做地嘛，咱去看一下。哦，咱当看做了非常的紧呢。啊，拢甲逐个物件拢塌落倒呢。啊，结果伊搁得着第一名呢。安尼有厉害无？我无看倒呢。哦，是毋是非常的这个？哦，就刚刚大家看的这个影片，我感觉非常的好笑。伊个应该爱行啊，对啦。啊，毋过呢，伊就无视于前面的那个东西，哦，视而不见。啊，所以就安尼走，啊，然后搁安尼面面起来。哦，伊看伊迄个无去啊拍落倒，啊，然后嘛袂跋倒，啊，搁安尼得着第一名。哦，是毋是真像做咱人生会大大小小这个问题？哦，迄拢是障碍啊！哦，所有的这个难题，所有的这个逆境，所有的这个逆境呢，拢是做心态这个障碍，咱要好好去啊突破，去甲走好了，跑到终点，有始有终。哦，这拢是一场这个修行啊！哦，这个障碍上，伊迄个跨栏是不是足悬？哦，要跨越人生的关卡，这个坎爱行好悬的时候，那一股的力量，那一股的动力要从哪里来？哦，这真正无简单，这是一种高很多的哦。那当然跨过去，要提起一股力量，提起我把智慧现前的话呢，去跨过去，去处理，去放下，迄拢需要咱好好来去修咱这条心，累积咱的智慧，累积咱的这个精力吼。所以，咱若知影讲，这个重要性的话呢，咱对修行咱就会清清菜菜。哦，我们会朝着圣人先佛因的这个脚步来行。哦，咱的这个日光来去现前。那么，咱今晚就来看这一场不退休的这个工作，我们要如何来进行？既然咱拢知影人生伊完全是离袂开这个修行，安尼咱要安怎来调整？啊，要安怎来去进行呢？哦，咱一般这个工课。哦，是不是来5分退休？哦，以早呢，做成是60岁当退休，啊，毋知伫个几当的时候，因为咱即摆国人平均寿命较长嘛，啊，所以伊这个劳保已经定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为65岁。伊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眼前哦一阵黑暗面，想讲哦，安尼可能过来做工课，做遮侪当才当退休吼。啊，毋过呢，咱学迄个工课会当退休。身体的工课让退休嘛，袂使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咱若讲有甲这个修烦恼的代志，甲修得特别在人生重心的第一位，有退休无退休拢无差，甚至有的人有地位，提早申请退休。营业单位这个顾问呢，伊就是一个例子，伊之前是食公家的这个头路，会当讲非常的稳定，真好的这个头路。为着要去活动开放呢，提早申请退休，哦，也要感觉非常这个无简单吼，哦，他是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待工
还有修办到这件事情。我感觉这人生大事，确实咱爱上要义的啊，这场工课还是上重要的啊。伊趁呢，虽然是看袂到的，毋过呢，这就是趁这个无形的钱，是啊，咱上天的这个头路代天修挂。无有阵时啊，咱想讲咱退休了，要来游山玩水，要来顾孙，要来去做我的这个兴趣。伊上班的时阵身体较好，结果伊退休的时阵竟然怎啊病落一直来。真侪人拢会安尼哦。你做成是可能是无做工课，这个免疫系统啦，还是讲这个肾上腺素啦，规个拢较放松，伊会病落来，还是伊的这个免疫系统较放松。所以呢，咱若无以药医修办到这件代志的话呢，无咧修咱这条心，把咱的心精力好的话呢，即使退休，咱嘛是走了负责这个罪责责。那这个辛苦呢，流于这个欲望的这个工具啊，所以应该是发一重德有一个不休息的菩萨，也当讲一生当中都是奉献别的对不对？当讲是全线。那么呢，一在他的人生比较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到底美城的时阵，伊搁咧交营遐这个前者，好好来去定定讲了呢，发一重德这个德物呢，嘛是要按照即马这个规矩，按照即马标准，好好来去运作。所以呢，营遐地方讲非常的这个无简单，搁唔甘啊，想讲这个前人。遮尔啊艰苦搁咧甲咱讲道务，搁咧开会，安尼嘛是咧办道啊。所以呢，也当讲一生当中就是藏伫咧当中，伊的心呢，拢是修办的人。所以在伊转去了呢，上天互伊是不休息的菩萨，虽然身体不在，精神继续咧教育每一个这个后续啊。所以咱就是要扮演这个精神。得去所以呢，也嘛敢讲，咱这场这个工课，是袂当退休的。这修行的这个目的呢，其实呢，就是要找到家己。因为这决定不转，有常失真，好体中心，礼仪良体，遐物件会当讲咱，已经流乱红尘足久啊。然后咱无好好来去记录了咱的脾气毛病话呢，其实遐分八的要有常仁义礼智信，叫咱是不同世界的人。咱无甲伊放伫咱的心中的话，咱已经袂记得讲，咱这个祖先父，咱这个人之初性本善，的那个模样到底在哪里？所以呢，咱修行的这个目的，就是要找着家己。原本迄个自性本，交本共款的遐尔啊，这个慈悲，遐尔啊，这个至善，然后这个自性遮尔啊，圆得更足足，爱去甲找回来，甲迄个无好的假物件去去除，而且咱要回光返照，爱来去找着家己的不足，迄是上好的一面呢。修行呢，不是要看到佛。而是要看到自己，看到家己的这个不足对，缺点伫咧对，然后咱会当去去除。这拢是咱修行的这个目的而且我们可以求得心灵的宁静跟安详。无即马大家对一个人，大家人拢非常这个无闲。即马要创啥？明仔载要创啥？下要创啥？家己要创啥？良心会当好好静落来，好好来去想道理，好好来去体会咱人世间的一寡道理。所以呢，借由着这个修办就会当开启智慧，超越主体，这拢是咱修行的目的。给他举一个例子，咱拢知影铁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要用到铁，不过呢，铁里面它有钢的性，对不对？这个钢的性质是由铁来提炼的。经过着这个上中的，伊就是摕出来铁来去提炼到这个钢的这个性质。不锈钢的这个铁碗，大家人拢做干，因为伊
变化嘛。所以呢，咱来想看嘛，伊就是用一个看起来无很平常的这个铁，去提炼出它里面最好的那个特质。当然就是经过了伊的技术、伊的设备。咱人嘛是同款，大家人拢是芸芸众生。毋过要安怎提炼内底上好、上纯、上深、上光亮迄个自信，提炼出来。所以就是爱锻炼，就是爱来修，就是爱去来吹出来，去除遐个歹物、杂质要去去掉。伊迄个铁嘛是把伊个杂质用掉，才可以超越。要超，无遐简单，就是把迄个内底上好物件萃取出来、提炼出来。所以第一点呢，其他刚刚讲，咱一定爱观察别人，不如关照自己。眼观第一个，咱开始到10点半40分。第二即摆爱开高速公路。眼观就是咱一般拢用这个肉眼来看物件。这个心理学家讲，向外看的人活在梦里，向内看的人他才是觉醒的。因为伊若向外看袂到真实面。这个梦，哪怕做的风花雪月，做啊偌尔精彩，做啊偌尔气气偌尔好，醒来就是一场空，因为它就是虚幻的，它就是假的，它就是一场空。用落看的人，伊开当觉醒，找着咱家己这个确实。然后就是看到问题，咱开当改嘛，咱若无看到问题，要安怎改？一个懒惰的人，伊改当我家己懒惰，伊袂啊，还是一个大苦的人，伊可能讲安尼足水啊，伊甲伊去交付袂嘛。所以伊看到发现问题，伊开当去解决问题。所以咱爱用心来去观。爱来去关主角，爱来去。社工老师呢，伊嘛甲讲，目睭爱放伫心内看家己，因为咱看别人拢非常简单，嘛非常的习惯。迄个人安怎？今仔咱穿甲安尼有够歹的，迄个人安尼讲迄个话有够无哈。毋过呢，咱拢无迄个习惯，放伫心内看家己，这个缺点。若讲呢，咱时时刻刻会当看家己的话呢，其实呢，咱大家无时无刻拢是修正家己的这个机会。咱日常时中呢，拢是咧修行。看家己啊。毋过呢，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这个功夫。因为咱本身就是拢习惯看别人，所以咱爱去交不做对照。混2分闭，8分闭2分开。就是拢爱看家己，关照自己，回光返照。这是一个咱拢需要来去培养。所以为什么听到你遮重要？因为咱交上最高层次在做对照。咱可会的这个境界交，咱去做对照。咱就会当知影讲，原来我有够不足的啦。原来我的长处竟然是有够低啦！我就是一个众生，一切的这个众生，所以我在这里。佛是佛，我们是众生。所以呢，咱爱常常来去培养。咱听到这个法门，这对咱有好处，对咱会当提升。咱就爱较紧摕起来用。爱放伫咱的脑子。所以呢，志工老师甲咱提醒，这个目睭呢，莫拢去来看别人的缺点。爱放伫个心中看家己的这个缺点。永嘉禅师呢，伊嘛甲讲，观恶眼是功德，此则成无善之事。观恶眼是功德，为什么观恶眼竟然是功德呢？为什么伊这个恶眼，就是，比如讲别人对咱一些讲咱有诶无诶啦，还是甲咱诽谤啦，还是讲对咱不利诶话啦，讲无好听诶话，甚至是对咱恶言相向，足歹。遐拢会当讲是一种的恶言。咱听到这种话的时阵，咱会安怎？非常的生气，谁怕谁？你搞我连我甲你骂转去啊！还是夫妻之间，伊早起嘛是拄着交先生有口角，伊生气的时阵，逐个人是毋是拢出现摕麦克风？声音拢足大声，
伊甲我大声，就较嘛，想讲虎拍虎，蛇拍蛇，我嘛会当大声啊，只不过看我敢袂尔嘛吼。所以呢，一般就是你一句我一句，安尼，就是这样子，永远就是一直这个战争就没办法停止嘛。所以呢，咱就是爱效法圣人先佛，让咱境界是啥？伊的恶言是用听的，伊是用观的。为什么这个无好听的话，我是用观的？我毋是用听，我毋是用观的，我是用观的。因为咱用心来去观讲，为什么我会接收到这样子的事情？为什么人会安尼甲我讲？先去反观自己，先去想讲我是毋是有对啊做毋对？是毋是我会当搁安怎做愈好呢？我就会有即种的这个因缘，袂听到即种的这个恶言，然后来砥砺自己，然后来甲我旋转，闻言改过。我听到安尼款的这个声音呢，我来去改过，甚至呢激励我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完美。安尼一定是在是功德啦。毋过这是爱有关的，毋是有听的。所以这拢是一种反观自己的这个功夫。此则成无善之事。安尼伊就变成我一个神地仙。所以头前有他所讲的这个，伊的先生对于王不是女神了呢，对伊足歹的时阵呢，伊竟然交大家分享讲，我即摆甲我的先生感谢。这非常的这个无简单哦，伊安尼甲我对待，嘛是咧甲我成全，咧令我这个心情，会当互我提升的这个一股动力。所以呢，伊佫甲伊的先生感谢呢。所以呢，伊感觉伊要度家己内心的众生，除了度伊的先生，嘛是度内心的这个众生啊。所以呢，这拢是由原教主体当中呢，咱会当去提升的，咱会当去培养的。有作伊嘛讲常自见其过，与道其相当。定定看到家己这个过程呢，就交得差不多共款啦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培养这种的这个习惯。无咱是安那背道而驰。咱定定看到家己这个过程的时阵，我甲有交信你神父共款，我交伊的路线甲有共款，我交伊的标准，佫差了偌济。为什么拄着逆境、拄着无好听的话时阵，信任神父会让心平气和去面对，甚至是去反省。咱是毋是定定去交信任神父对照的时阵，咱会交天心愈来愈接近，咱会交中道愈来愈接近，咱会当愈来愈恢复咱心中的这个观念啊。所以人海高贵嘛，咱讲此无邪，何处非人海？咱的思想当中若拢无遐邪思、妄想、执着，遐有诶无诶，迄种负能量的话呢，何处非人海？每一个所在拢是净土，每一个所在拢是天道。敢有真正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天道？无，咱当下咱的心若清净，咱会当去上善解别人，咱会当去包容别人，咱会当用智慧去消化无好的代志的时候，当下迄种过的清凉，就是人海啊，就是净土啊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以教为师。所以呢，这人家才有可能陪咱去到任何所在，无可能啊。所以呢，咱要用什么来去督促咱家己呢？爱以这个觉性放在咱的心中，做咱的老师。所以呢，就靠这个客厅，即摆就爱妈妈要成立一个读书会，要读着做大经，伊迄种客厅放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。以前咧行去到客厅的时阵，白济人搁翘骹啦，骹会行起来，这个碰面顶悬。自从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咧挂伫咧这个墙仔顶悬的时阵咧，伊较咧去坐迄个沙发碰面的时阵，拢爱坐啊足端正的，像这观世音菩萨伫遐咧。我袂当白济呢，我的衫嘛袂当穿啊，迄个不雅观的。所以呢，咱若讲家己
端端正正、清清白白、正正直直。这较是符合一个修行文书的人啊。所以安尼款观照的功夫会当配修嘛？会使，这袂当配修吼。那么第二点呢，也要讲咱就是爱去除本无。去除了咱心中原本无这个物件。咱来看这张相片左边、右边的对照图啦。可能咱厝内底这个房间，唔知是左边还是右边这个 before 跟 after。左边这边呢，就是电脑规死个。当然比这个咱另外个足济。惊大家看会惊住所以咱会当看这两个对照图，是不是差非常的济？原本迄间房间呢，书桌唔是书桌，椅子不是椅子，然后电脑嘛袂当用，然后规个涂骹全部拢电脑规死个，倒仔嘛拢电脑规死个，拄要摕物件啦，我都摕啊，全部拢放太侪物件，所以呢，咱是不是去除本无的亲像这个大扫除同款？咱的心中是乌烟瘴气，是杂假假，亲像左边安尼，还是右边安尼？是毋是吞了太侪物件，吞了太侪这个杂事，无正常这个思想，伊原本咱的人之初性本善，迄个光亮的自性生做安怎拢唔知影。所以左边这个房间，伊原本房间的这个形，佮伊功能，拢已经面目全非啊！咱的心敢有面目全非？咱若无来修，就是面目全非。所以这个晚会可能讲，本来人是不用修道的，只因为贪嗔痴欲望太多才要修。修就是精力，把心精力互清气，这就是修。所以呢，师父嘛有甲咱讲过，道不用修，淡漠无染。这都是毋免修的，因为咱原本咱自性就是侥幸的生活，一模一样。只不过卡了太侪物件，亲像这个杂物，遮尔侪，藏过一项，搁过一项，买过一项，搁一项，然后有诶无诶物件，全部拢往藏诶内底。到最后呢，伊原本生做啥物形状，毋知影。迄个光亮呢走袂出来，所以周礼盘特是一个，伊无做侪这个智慧，然后讲伊是做愚笨，伊经由着安尼扫尘除垢，会当互伊成就，这是理念。扫啥物？扫心物。咱的心中遐个垃圾的，遐个灰尘，遐个污垢，咱敢有去扫出来？咱敢有去发现着？这个房间非常的，这个乱的时阵，咱敢有去发现去甲扫除？所以呢，咱要去除本无，真正爱自我鞭策，要熏习在真理当中。自我鞭策，刚刚讲的是咱爱精进，爱精进吼。所以呢，普堂道中有啥物因缘，真正甲咱鼓励，甲咱叫拜咱啥物工课，咱拢尽量来做。就亲像迄下我所讲的，风平浪静、心中平顺的时阵，咱爱好好来去把。莫当吼，这个乌云密布来的时阵，这个晴天霹雳来的时阵，咱较协会，到迄个时阵协会就袂有啊。自我鞭策，咱今年安尼，我每年设立一个目标，我爱修我这个脾气毛病，发脾气发毛病，光这一点会当来修掉，就非常的无简单，非常的困难啊吼。所以一定爱自我鞭策，一当爱比一当较好，毋是一当比一当较老，一当比一当加这个作文安尼尔。迄拢是我外在的物件，重要是咱内心内面够提升。咱够有自我鞭策，咱够把圣人生活的物件藏伫咱的心中，运用在咱生活当中每一处的这个修行，这是咱上重要、咱上要义。熏习在真理当中，这个薰有迄个味，咱若来不长去是有迄个薰的味。若讲一个人伊咧卖车，你叫伊讲着车，伊看着车，自然反应就甲你讲出
像许海在咧做目镜，讲到目镜，你看到目镜，迄个敏感度非常悬。伊讲迄个角度唔对，迄个色无好，迄个材质无好。咱若讲熏习在真理当中，咱的脑中拢是圣灵神父讲的话，就亲像许海记一个咧。许海呢，今年咧准备的时阵，因为许海老所讲嘛，之前还太伤久啊，所以呢，咧讲的时阵呢，就这准备就做真难，所以许海更加爱愈用心。所以呢，迄种的做成，咱咧国小当中有是会当中，迄个回字做久，做长，迄做大声，伊个回，你会当差不多延续5、6年。所以许海敢讲，我伊若咧看，伊若咧讲，遐个物件就亲像迄个钟声，伊若伫许海个头壳内底，伊若伫遐回荡，久久不会散去。所以关教主题许海讲了有够侪工，这个关教主题伊若伫许海脑中。所以呢，咱莫小看，咱来去学工书，咱来去读经典，这物件豆豆啊，读一两读，就印伫咱的心中，就亲像熏习在真理当中。咱后摆咧运用着咱生活当中的人事物，遐个物件，伊就会走出来，伊就会甲咱提醒讲这袂当，伊就会甲咱讲，咱爱用智慧，咱爱亲像神父的这个境界，时时刻刻甲咱提醒。所以呢，一个愚者他会改变别人，因为拄着代志，一定要想要改变别人。智者呢，伊就想讲要改变自己。这就是圣人跟众生的这个差别。所以呢，他讲的咱慢慢知影，做一个有智慧人一定较好啊。所以呢，咱改变自己，咱就当改变咱的这个语言啊，咱就当掌握咱人生的这个主控权。所以这讲老师讲的讲，智慧是不求而知、不学而能的